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号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在。4月要起电前，冲击到点啊！工会表示有责任以上减轻负担。另外，台北市两商工会开会决定，对今开始2价起3块。台北市警用监视器侦缉那也这批外问题期嘅过程，也拿主办安排解读主要，和民众党批评讲根本就无解决的问题。总统蔡英文见反欧立党访问团感谢用实际行动挺台湾，访问团也讲来到台湾是要学安怎对抗假消息。日本大。咱国内4月要起电前，平均是起11%，电价起物件价格敢会对立起嚟。国发会主委姜明兴强调，对小点啊，这影响呢是伫咧疫情疫后的振兴条例内面有节能的预算，会当帮助小店家减轻影响。另外，大宗物资降税也延长到6月底，希望会当压制国内物价。也若讲到这基本工资的部分，劳动部长柯明春表示，会伫咧第3季上架工资审计会讨论。电价4月全面调起，各界烦恼逐项拢起，尤其是小食店冲击未细。立委关注，政府今时已经准备好势，营运配套措施减缓小食店的营运冲击。怎么补救？没来破泡吗？透过这个EO 的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怎么样让这些小店家他能节能减碳更好，而且就是有一些辅导措施啊。受到冲击的。我们要怎么办？大宗物资的这个减税方案，从3月份会延到6月份，让进口的大宗原物呢可以平抑。国发会主委龚明鑫表示，国内有关大件物资降税会延到6月底，就此抑制物价波动。不过政府营运配套还未全部上路，已经有业者宣布起价。就有名的日本拉面店一兰宣布，为4月1开始，拉面售价是起4%。一碗介绍为298块起到310块，若是餐厅业化起，对国内基本工资敢会对着电价同齐调整。劳动部长柯明春做出回应。有关于今年的最低工资基本上会在第3季啦我们都是在第3季召开。我想各个委员都会参考重要的这些因素重要的指标，然后来保障我们基层劳工的生活。电价起。各行各业拢受到影响，工商团体呼吁最近几年无适合个起价。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这几摆调起，国内电价并无完全调整，不过为着稳定民生物价，会采取渐进式的调起，未一摆起足。记者综合报道。考虑到国内鸡卵产量变少，台北市两商工会就开会决定，对今仔日开始呢，这2价起3块，大杯一斤变做是49块。也来伫咧清明进前，价格会变动，就爱看这市场产销的情形来做决定。天气开始烧热起，去菜市啊买2个人也是袂少。不过真侪民众听到讲，对2月开始2价要起3块，虽然是真无奈，不过大家也是赶紧买。物价的涨幅已经超过我们薪水的涨幅了，还是会有点担心。觉得物价一直在上涨，上涨只会涨，它不会退。大家也都是尽量占便宜呀。如果现在蛋接下来又涨上去的话，他觉得蛋怎么又要涨上去？业者讲，最近鸡卵的供应量也算讲是正常，只是这波2价起价，影响毋但是家庭买卵的开销。像是卖蚵仔煎的小食业者坦白讲，电价这要起价已经头壳真痛，就连卵嘛要起，无排除这个蚵仔煎嘛要起价咯。不调的话不行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撑不下去。当然来讲，就是真的有一点点没办法接受。根据台北市两商工会讲，2月开始2价起价3块，鸡卵产地介绍每台斤对36块半起到39块半，批发价每台斤对46块起到49块。这也是国内的过年了后鸡卵头一摆起价。有关2价调整，工会讲是依据市场的机制，甲电价起价以及饲料介绍起价落价是无关系。蛋的量少，销售这边市场都比较抢手，所以才涨3块这样子。有每年的清明这时阵，鸡卵消费市场的这个小价，台北两商工会讲爱看产销的状况，才决定是不是要来调整这2价。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北市警察用的监视器案件争议是愈来愈大，那也针对着法律问题，接见前市长郭文德，相关机构含这个核定的过程有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日也表示，针对郭市府伫106年签订的专案法律，已经要求相关单位需启动改读注约。不过，这款的讲法却引起民众党的批评，认为蒋市长根本无法度解决到这上界根本的问题。我只想告诉柯市长，重点不在2妹跟3妹，重点在费率。如果你把3妹的费率砍下来了，那你用2妹、3妹都不是问题。面对警用监视器的争议，那也2个批评前台北市长郭文德是重点放唔到。问题唔是伫咧团署的评款，颠倒是一直甲汇率的争议质疑郭市府的任内，团署的评款是对2M 变3M，定的2200块月租汇率是有问题。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相关详细议价过程的资料，我已经要求法务局相关单位即刻启动解除106年柯市府所签订的专案费率合约相关作业。柯市府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在110年度的时候是将2280元调降了80到现在的2200。蒋万安市长是今天是说希望能够解除这个专约，我们要说这才是柿子挑软的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履约。国民党炮火这么凶，民众党嘛无得客气，虽批台北市长蒋万安，干那会晓警好欺负的去欺负，只要无处理，好似100年含台底讲签的这25年的侮辱，就干那是伫咧做表面功夫尔，无法度解决根本的问题。大便两党安尼吵袂停，另也是倒批夸正拍掌。从一个协约变成47个协约，柯文哲，台志光很讨厌吗？台志光很邪恶吗？柯文哲把台志光养大，现在蒋万安面对到司法进行调查，如果只是解除一个子约，这就是玩假球。这条监视器的争议是引起各政党的攻防。虽然蒋市长表态讲已经要求各单位针对郭市府106年签的专案汇率需启动改约，嘛同款互风波是一直在烧。记者综合报道。八日暗时，桃园发生警察和歹徒的枪战，这嫌犯先向这桃园的警方派出所开枪，落尾人就落跑。警方随去甲抓，搁再发生枪战，一个警察呢伊倒边肩架头着枪，尾仔总算甲这嫌犯抓起来。桃园检方声称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昨暗开庭审理了后，认为有逃亡串证记录，裁定羁押禁见。22岁员警蔡顺武冲到头前的车边啊，姓杨的嫌犯对车内开枪，警察肩胛头着枪了，倒去涂骹，支援警力赶来，赶紧去解看。胜出的员警带上英勇反击，用嫌犯的轿车车尾连续开12枪，不过嫌犯又按随油门逃走，枪战的声音真大声，附近的民众拢惊到。我是住旁边，然后听到有像开枪一样砰砰砰，差不多有10分左右吧，很多警车在这边冲来冲去，有吓一跳吗？有。一个姓杨的嫌犯是先伫咧网络顶表达对警方的不满，2、3半暝走到桃园分局警方派出所开枪了逃走。警方正认为报发生枪战，要伫咧富公路永安路口甲伊抓到。警方调查，一个姓杨的嫌犯普通时伫咧放管理，身躯顶拢有炸枪。去年才因为持有大批空气枪被法办，对警方真不满。同仁在第一时间拦截围捕，在30分钟之内制服逮捕到案。他作案的动机还有相关枪械的来源，我们会全面侦办，深入的追查。警方伫咧嫌犯的身躯顶甲车顶敲出3支枪甲正一粒枪支。受伤的22岁警察蔡顺武，是来自警察世家。做警察1年半，经过警业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到病探望受伤的警察，重申公权力不容挑战，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但是还好，刚刚请教医师，心脏有断续，以外没有伤到身体。问有开了12枪，有没有那个他那一部车有没有中弹？他车上也都很多弹。很多弹。警政署长黄明昭也广告警局为免员警的辛苦，桃园地院开羁押庭审理了，认为杨嫌有逃亡加串证之余，裁定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
航空检察局伫今年1月有一桩案件，讲是在新加坡的旅客坐飞机来台湾旅游的时阵，发现讲这牌仔内面的现金互换做一沓翠暗了台票6万块。航警局调查了后，锁定一名中国籍退役的一个武警，经过各外国军装收集证据，也抓到这个专门伫亚洲地区甲人偷摕物件的贱流啊！伫香港飞来台湾的飞机顶，监视画面翕到一个查甫人伫咧当座位顶面机舱的行李，佮趁机会偷摕他人的财物。警方伫飞机降落桃园机场了后，逮捕涉嫌的嫌犯甲共党涉嫌嫌犯到案，现场查扣身台票、美金、人民票、港票、甲信用卡等相关证物。还有这一叠，全部给你扣起来了啊！航警局调查发现，这名涉嫌嫌犯是一名中国籍退役武警，惯是结伴来偷摕物件，照着共党的接应，转移偷摕到的物件，就算方抓到，也无法度证据齐全。经过1个月回警方搜证，伫今年2月进行跨境部署行动，总算抓到偷摕亚洲10个的机舱鸟车。本案2名陆籍犯嫌到案后，发现身上赃物包含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货币迪拉姆、印度卢比等数十国亚洲货币。他们见事机败露，坦诚的是在大陆拜师学艺。针对这件机舱鸟鼠窃盗案，涉嫌嫌犯等人涉嫌违反宪法加重窃盗罪嫌，事情明确。经过桃园地检署提起公诉，后手航警局会继续追缉幕后荷兰帮的空中窃盗集团。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警方接到报案，伫咧清水断崖下骹发现一个查甫人的尸体，身躯顶穿海军陆战队的便衫。警方伫咧落袋仔内面呢，佫找到一粒银仔，真有可能是失踪要到1个月姓房的老阿伯。为着要甲遗体救起来，花莲县消防局出动袂少消防员，落海边仔严重的所在，甲遗体包起来，了后用器材车甲吊起来，过程是真辛苦。民众报案，悬崖下有民众受困，那立即派遣核人分队及特搜大队共3车7人前往救援。到现场时，患者在100公尺的悬崖下，一起架设绳索将民众救出，但救出时民众已明显死亡。这个案件发生在24中昼，苏花公路台9顶线68.4公里的所在，下骹有民众掉伫遐，其实已经死亡，不过因为身份也无法度辨识，敢若知影伊迄当阵穿海军陆战队的 T 恤。这人敢有逃避军人的身份嘛，引起外界关注。初步检视尸体衣着黑色短袖上衣，手戴军绿色电子表，性别研判男性，因尸体严重腐烂，难以辨识死者年龄，已由警察局鉴识科采取指纹及相关基证。警方监视科伫遗体的衫仔内底找到一粒银仔，那就是已经失踪要1个月73岁姓彭的老阿伯。据了解。这个姓彭的阿伯长期住伫安养院，最近两骨开刀，家属伫今年2月都无法度联络到伊，因那死亡的原因也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迄间学校有2位老师涉嫌长期以来性侵、性骚扰学生，这民间团体一直咧关心这件代志。学校调查了后，确定这2个老师确实有犯案，甲因解除聘请。不过，人本基金会今仔日含立委举行记者会，批评学校长期以来拢伫咧暗护这2个老师的罪行，所有捌遭受伤害的人拢爱站出来。教育部表示会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学校的体制也个文化进行改善。到现在还有持续有很多人被害，所以才出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害人勇敢站出来指控老师的性侵加性骚扰恶行，希望因会当受到法律制裁。这名被害人读某一间戏剧学校，后来2位老师涉嫌长期性侵、性骚扰学生。经过人本等团体继续关注，学校调查了后，确定2个人犯刑。希望能够召唤更多的受害者，不要在自己躲在暗黑的角落当中委屈自己，到伤害而还在服药的。那我想，这个创伤是一直不断的会存在。林本甲立委举行记者会，除了批评学校长期包庇，也强调性平调查了后，确认胜利的教师5案中，成立4件强制性交、1件强制猥亵。姓王的教师2案中，成立1件严重性骚扰、1件性骚扰。希望这个圈子的人能够不要再欺负自己的任何一个学生，让他们有个好好学习的空间。个别者强调。
有更加侪同学受害。出席的教育部代表除了局长表达实力，强调会成立专案小组进行改善。后续会跟学校继续来做一个清查，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受害者能够愿意挺身而出。主管机关应该要暂停或废止他们的艺文团体身份，并且停止相关的艺文补助。因为本案凸显这间学校甲领袖整体的结构文化问题，李伟也提醒，虽然2名教师方改聘，不过是有担任补助案的审查委员，未来也可能继续伫文化界活动。呼吁文化部等单位应该有所作为，防范2个人将是可能接触到未成年人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和新北市警方锁定一名49岁姓吴的主嫌，伊伫咧新北永居税处违法改称，警方现场冲入去抓人，现场也查到非正式的枪支1支、枪支14粒、电动正床，还有雕刻机等改造工具。新北市警察局霹雳小组全副武装和刑事局的警员来到永高一大人家厝要抓人，内底姓吴的主嫌、姓潘的嫌犯，还有2个朋友随位后门要驶车逃走，不过却被警方当场抓落来。开车！开车！要走！开车！下车！下车！下车！起我！起我！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掌握到情报，这个姓吴的主嫌税处当作是改造前的工厂。顶个月底，警方趁伊驶车倒去厝里的时阵来抓人，伫咧厝里甲车顶拢总有查到1支非正式的枪、14粒枪支、甲保鲁棒等等用来改造前的工具，还有毒品、海洛因和安非他命。屋内的部分就是起获各式改造工具，包含雕刻研磨机及电动砖床。还有其他的砖头，他的车子里面查获他随身携带的非制式改造手枪1把。警方表示，姓吴的嫌犯透过合法的管道去买到枪的零件，家己来改造。目前也未查到有啥物人家己买枪。专案依照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等等的罪嫌，改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木须区音乐厅的恐怖攻击，其中2名嫌犯只是暗时受法定的审理，这也是案件发生以来大家头一届清楚看到嫌犯的模样。目前地方政府也是继续伫咧音乐厅搜救，死亡人数已经来到137个人，而且伫咧同一天呢，罗西亚向乌克兰西部发动大规模空袭，其中1粒飞弹佫飞过波兰的天顶，波兰政府也要求罗西亚要解释原因。涉嫌音乐厅恐怖攻击的嫌犯押送到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不管部署大批警力，嫌犯被押到法庭内底，面答提起了，并看甲正清楚。这件攻击案是最近几年来发生伫咧俄罗斯境内死亡人数上侪案件。伊虽然国讲是因做一个公布影片。俄罗斯总统普京伫拜六的全国演讲并无讲到伊斯兰国，伊是讲恐怖攻击的嫌犯做完了，走向乌克兰的半路被抓到，指负是反临涉案，并且反指控俄罗斯想要安罪名。美国也为乌克兰背书。北京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发声明讲，伊斯兰国爱负完全的责任，讲伫3月初就甲恐怖攻击的证书分享给俄罗斯，也告发警告，互伫咧俄罗斯的美国公民。莫斯科有一寡社群媒体质疑，美国早就已经警告啊，莫斯科当局怎无用伫咧镇压反对派活动，封杀独立媒体，就是无法度阻止音乐厅的攻击。伫即间俄罗斯对乌克兰也是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发射57粒飞弹，西部的利维夫另外实施被攻击，其中1粒飞弹飞过波兰的领空。Monitoring obejmował kilkanaście rakiet zmierzających w stronę obwodu lwowskiego. 波兰讲，这粒飞弹越境进入波兰差不多2公里，速度1点钟800公里，离地面差不多400公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近日发生恐怖攻击事件，造成上百人死亡。伫遐的台湾学生表示，台湾驻罗西亚代表处和当地侨胞、老师、学生，拢有群组通好直接。恐攻事件发生了后，拢随回报安全。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呼吁民众，若准无必要，暂时莫去罗西亚。路上的人就明显减少了，就地铁上啊，或者是公车上啊，人都少很多，这样都开始担心会出去玩会受伤啊，或者是会被临时攻击啊，这样。
所以其实是大家都有这个危机意识的。罗西亚首都莫斯科发生恐怖攻击了后，当地气氛变甲真紧张。在当地读册台湾学生观察到民众较无得出门，当地政府是加强安检。在恐怖攻击发生的时阵，在当地台湾人都随联络，确认互相的安全，嘛展合作的精神。在恐攻的当下，就马上有做及时的联络跟反应，然后了解所有的人的状况。22号、23号、24号都有。就是做确认大家的人身安全的这个回报的一个动作。那边就认为讲，恐攻事件应该是单一个案，赶快留伫罗西亚完成学业和工课。行政院长陈建仁讲，暂时无拄过侨胞受到事件的影响，不过俄罗战争还未结束，呼吁个人若无必要，暂时莫去俄罗斯。嘛提醒讲，若伫俄罗斯拄到任何紧急状况，嘛会当较紧和驻外单位来联络。我也希望民众暂时取消到俄罗斯的任何的行程，在俄罗斯碰到了任何紧急状况的话，务必要在第一时点跟外交部的驻外单位来联系，那我们一定会提供很适切的协助。罗西亚的恐攻事件嘛引起外界反思，讲台湾应该安怎来应对恐攻？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呼吁政府应该落实检讨预防恐攻的因应措施。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认为讲，台湾必须要强化预警机制，重新实行强化反恐的法律。民众党立委林奕君表态讲，应该继续杀反恐怖行动法草案的立法，和反恐的行动会当有法会当依循。记者综合报道。军中有几落万人伫市场街头纪念1976年到83年这垃圾战争期间军事独裁实行白色恐怖统治，有3万名的这个民众呢，因为安尼死来受害失踪。不过军中的总统米勒伊却认为受害者只有9000人尔，搁再引起争议。这款的讲法也引起人权组织的批评。数万人举标语行就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街路，为着纪念1976年到1983年之间的垃圾战争，受到政治迫害、死亡还是失踪的受害者。Esto fue en el año 77, lo cual quiere decir que estamos hablando de 47 años atrás. El gobierno de Milei es un gobierno negacionist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s una apologista de la dictadura. La vicepresidenta es hija de un genocida, así que ¿qué más te puedo agregar? 1976年到1983年之间，政变上台的阿根廷右派军政府以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爆发垃圾战争。军政府迫害超过3万名左派知识分子甲工人，因的囝儿是互送养，唔知去倒位。也毋过极右派的阿根廷总统米雷伊伫3月24日的真相甲正义纪念日进前，发布一段12分钟的影片，要求为政变进前受到左派游击队杀害的受害者主持正义。米雷伊也阁质疑，垃圾战争的受害者大约只有9000人，唔是3万人。人权组织强调，纪念活动是希望唔通阁发生这款危险的代志，批评政府唔但无保护人民，也阁反过来威胁人民。Seguimos reclamando una ley contra el negacionismo que sancione a funcionarios y funcionarias y representantes elegidos que desestimen los crímenes y a sus víctimas. 多年来，人权组织俄罗阿根廷伫转型政治方面是进步的灯塔，甲稳重过去的巴西甲智利无共。阿根廷调查犯罪行为，甲监禁军政府的将军。也毋过，极右派的总统米雷伊伫竞选过程中，对垃圾战争期间军队的行为轻轻的大过。副总统维拉鲁埃尔是将国家恐怖主义描写作内部武装冲突，也提议将阿根廷国家历史博物馆改造做学校，引起未小反弹。公司新闻地位人朋友。来看爱尔兰高等教育部长哈里斯24当选执政党统一党的党魁，变作是爱尔兰后任总理。今年37岁哈里斯呢，会变作是爱尔兰上届少年总理。第二任政府做高等教育部长，今年37岁的哈里斯，24以唯一一个竞选党主席的候选人身份，当选统一党的党主席。这月初到国会开议，到时就会伫统一党联盟的支持之下，红选做爱尔兰史上上少年的总理。I promise to you today, to you the Fine Gael Party, and to you the people of Ireland,
I will do my damnedest for the good of the party and, more importantly, for the good of Ireland. I'm up for it. Are you? I'm ready. Are you? 20届总理时调的瓦拉德卡伫消息宣布的几点钟后，大多数统一党的党僚就表态讲支持由哈里斯来接，互伊本来的对手家己知影选袂调退出。哈里斯讲挑战是永远袂消失，这再来正向的改变。伊嘛接瓦拉德卡的呼吁，希望伫加沙的冲突随停火。The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l hostages, an end to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 political process to bring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Let Ireland be a force in the globe for that. 哈里斯是捌做卫生部长，某一段时间是代理司法部长。伫新冠病毒疫情初期，伊真紧的只是应对得到真好的评价。有报道指出讲，哈里斯敢若剩无到1年的时间来救统一党政治联盟的声望。根据过去3年的民调，主张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的新芬党，较有机会来领导后一届政府。公司新闻吴宁编译。讲到咱未来副总统萧美琴最近去拜访美国国去欧洲议会，外交部表示讲，这是头一届有副总统当选人伫咧就职进前去访问欧洲，对咱甲欧洲的合作有真大帮助。学者分析讲，这萧美琴这届去拜访是要传达偌清德的想法，降低其他国家对两岸局势疑虑。让我。今日的活动各露出趣味表情，副总统罗清德支持参加总统府联欢同乐会，特别讲到政府支持身心障碍家族囡仔家庭，让身心障碍的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身心障碍的家庭也可以得到扶持，弱势的家庭通通都应该要得到政府应有的照顾。罗清德讲话内容，准副总统萧美琴变外交，除了访问美国，佮应邀到欧洲议会访问，由第一副议长卡拉斯接待，也到捷克、波兰、立陶宛，传达台湾甲欧洲各国民主同盟信息。外交部表示，这是咱副总统当选人第一摆伫就职进前就邀请访问欧洲。这次访问有助增进欧方对我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了解。此行是我国副总统当选人首度在就职前应邀访问欧洲。因为5日空了外界预期，北京可能会对台加大施压。学者分析，萧美琴就任进前先访问欧美，传达罗清德的想法，应降低外界对两岸局势疑虑。许多国家这个行政部门的高层负责人，那么我相信他都可以有这机会接触到，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目前来讲的话，未来赖总统的一些想法，那么透过第一手的这种说明呢，让这些国家来了解。美国总统拜登指查签署指控之书，跨越年度综合拨款法，麻烦提供台湾对外军事用途无偿款款，将台湾纳入优先改革军售流程等。外交部感谢美国用具体行动表达对台美关系甲对台海安全的重视。记者综合报道。萧美琴访问欧洲了后呢，这个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早起接见泛欧立党的访问团，由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包瑞汉来做一个带代表团。这成员包括着德国立党、德国国会友台小组成员等等，用实际行动来挺台湾。我要感谢欧洲议会以及各位议员以实际的行动展现对台湾民主自由的肯定，并且持续强化支持台湾的力道。借这个机会，我也要感谢我们欧洲绿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Want to express our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re has to be a high level of solidarity between democracies in the face of a growing wave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Taiwan and us share democratic values, share human rights values, share the value of rule of law, and on that basis, we build our solidarity. 包瑞汉强调，这届来台湾是要学习台湾社会和人民安怎对抗假消息的威胁，也要探讨双方包括经济合作、晶片合作等等的关系。对欧洲来讲，台湾对抗威权主权的经验是真重要，特别是台湾也是亚洲头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包瑞汉表示，欧洲议会有真侪团体拢一致同意挺台湾的立场。蔡英文强调，台湾会和理念相悖的国家继续合作，共同维护民主自由、稳定发展，也有区域安全。
讲到咱的中央银行进前是雄雄升息半码，加上这电钱即马要起落，通货膨胀也有可能会改变。不过大经院认为，这对今年经济成长率也是影响是真有限，是乐观的，认为讲也是有3%以上。另外，美国这制造业的营业的气候点呢，连升3届，创下23个月以来新高。来讲到这营建业的方面，因为因欠工加上伤碳费等等的因素影响，也甲连续3个月拢起的局势规个打动。为着减少国内通货膨胀预期的心理，中央银行日向出手，宣布升息半码，加上4月份电钱要起，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得咧加悬，外界烦恼会冲击整体的经济。不过，大经院认为讲，中央银行升息的警示亲像咧打动啊。不过，对今年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有限。要是乐观预估，今年国内经济成长率要有到3%以上。我们的股市红彤彤的表现得这么的热络，这时候央行即使升息半码，对于整个经济冷却的程度，就像烧了一把大火，你只拿一把水枪喷2滴水，其实效果并不大。今年2月份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有去照照啊，增加幅度差不多是平平啊。创下23个月的新高，全球终端商品需求渐渐回稳，制造业对未来半年景气的表现看法是转做乐观。服务业测验点虽然持续降低，不过落幅度有限。因为营建业面临欠工，也有开始扣碳费等等的因素，继续进行连续3个月起的状态，转做有落。公共工程的一个新案，它在启动规划的一个这个计划的一个步调，在2月份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那么所以也相对影响到在2月份呢相关营收的这些厂商它的一个表现。排除季节性的因素，今年1月到2月份，大多建物买卖转移的数量年增率有到40.1%。显示出现头一届买厝家己大买盘通货膨胀预期的心理。虽然升息半码，以贷款1000万30年期来行，每个月增加负担的金额差不多是631块。对排贷款的人来讲，负担是小可增加。不过，大经院认为讲，在申请按政策、承诺补贴利率的情形之下，刺激头一届买厝的人的效应，要是会持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过来，真济民众3钱去买 ETF。4月7日，元大台湾价值股市0094控要上市。不过呢，目前的净值说价过发行价，真济投资者是真紧张。并且社团自救会顶礼拜5到顶礼拜5呢，已经超过22万人了，引起外界关注。早起金管会主委黄天木表示，会密切注意投信机构伫销售过程甲有充分公开信息。投信投顾公会也已经和金管会讨论，会去定出目前销售 ETF 的相关规范。特别伫4月7日挂牌上市的 ETF 0094控元大台湾价值关系是引起个人消费抢，目前的金额是到1700亿，是创史上的天价。不过，根据元大官网的公告显示讲，0094控的净值第一摆是6判10块的发行限制，降到9.97块。真侪投资人是真紧张，并且社团自救会到顶礼拜5已经超过22万人，引起各界的关注。还没有上市的产品，自救会就已经22万多人了，是不是准备要闹事啊？自救会我们会来了解一下它的诉求是什么，我们会注意他们在销售过程中是不是充分告知投资人资讯。黄天木表示讲，金管会一直在注意投信机构在销售过程中敢有充分的告知信息，让投资人知影。投信投顾公会嘛已经和金管会讨论，要来定目前销售 ETF 的相关规范。事实上，在今年以来，台股大盘已经起超过1800点，其中台积电就贡献1402点，20台积电是占权重29.8798%，要30%。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美国投资人定定，但一成分股在连续3个月内超过45个交易日的时间内，超过指数的30%，会降做下期指数机会，到时恐惊会妨碍台指期的交易。全世界不止它啦，其实像韩国的三星啊。像 Nesta 也是有一个前几大的，它现在只占30%几啦，还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我们会持续来注意。台股起伫2万点的大关，拜一早盘以小可起0.21点，20228点开出。在情源双雄、联发科、经营股、才宽达股走落之下，指数随震动。黄天木搁一摆呼吁投资人爱注意风险，斟酌选股。不过对未来的景气，同款认为讲今年会比去年搁较好。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奇提出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进前经过议会一读，今仔日伫个交通委员会审查。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指出讲，过去所有预算拢是经过可行性评估、综合规划、环评等等流程，那直接用特别条例和现有的程序是无共的。而且，这条例内面有明定所需要经费，这个建设经费上限是2500亿，可能会牵涉到宪政争议。不过，这款的讲法却引起鲍坤奇的不满。委员，我刚才谈到这一步实在羞愧啊！现在你们交通部也认为你不大法官，公安在审议，轮得到你们交通部说三道四吗？国民党立委鲍坤奇两届甲交通部长王国材大声批评叫国长伊当道，因为伊提出华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内底明定所需要建设经费上限是2500亿。互交通部认为讲，这个条例有立法权兼有行政权宪政的争议，引起鲍坤奇的不满。打从交通人的立场，这条路应不应该新建，一定要分析评估可行啊！我已经讲说我不反对，把条例通过，你更好做事情。结果你的报告是如此的羞愧交通人。什么叫自然人？什么叫违宪？我搁再指出。华东快速公路可行性评估按算今年8月份完成，会按顺序进行综合规划甲环评，核定了后，才阁提出相关预算的计划。也若计划路线有到174公里，而且会经过原民部落、特定农业区、自然景观甲地质敏感的区域。环评若无通过，会造成条例无法度执行。如果说用一个特别条例直接确定它的，比如说经费的规模是跟我们过去在走个案计划是不一样的，100多个的每一个都要做这个特别条例。以个案的方式来要求编列预算这件事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傅崐萁行政立法搞不清楚嘛？他严重的违反了交通建设应有的评估程序。华东快速公路的议题，阁一届引起立法院的攻防。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政府真拍拼咧建设华东。已经投入要3000亿的经费，强调宪法对5权分立有明确的规范，希望5院拢爱遵守本分，拢爱有责责。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临海工业区一间冷冻工厂，这警报铃啊声不时伫咧乱弹，附近的民众是互吵架是真不安，连警消单位也不时来到现场看。原来是这工厂内面的警报器是探测烟雾的，就算是冷冻库的水烟也会弹。消防局表示，讲这业者的消防安全设备不符合规定，若无限期改善者，上悬会当罚到30万。消防警报一直咧弹，警车、消防车全部拢出动来到位。高雄临海工业区一间冷冻工厂，3月24早起，消防警报一直咧叫，警消来到现场才发现是5回白了工。虽然是工业区，不过部分工厂内底有大人，也互住户互人吵精神。常常偶尔都会这样，有时候白天也会，白天他们在好处理啊，晚上没人在就有时候叫的时候1点多钟也在叫啊，很大声啊。住户怨叹，工厂消防警报不管是倒咧叫，煞毋是火灾。甲业者反映真侪摆嘛无改善，希望主管机关会当协助。消防局表示，去年7月份到今已经接到2摆的通报。本场所夜间委由保全公司监控，无常驻警卫无法在短时间查看及关闭警铃，因而造成居民不便。本案已请冷冻厂更换火灾探测器。火车伫工厂头前咧载火，业者3月25出面解释，讲警报器是侦测到烟道的弹，所以冷冻商品的水汽也会互感应到。为了安全，无法度随拆掉，也是关起来，已经想办法咧改善。让它可以在15分钟内一定会到场。警铃的误触误报，他们会先帮我们关闭警报。从烟雾式的侦测设备，想要升级说换是更好的，敏感度更低一些，然后但是一样能够达到防火的这种效果。警报器不时就咧弹，互住户甲警消人员定定拢会惊到。消防局表示，业者消防安全设备无符合规定，会依消防法要求因限期改善。若无改善，会甲管理权人罚2万至3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
如果到北欧受到东部海峡的季节咯，也是红头树北欧祭典的时间。为了保障原住民进行祭典，台东县政府公告禁止遮外来鱼仔、渔船伫遮掠鱼。也若今年海巡署的东部分署头一届派4架无人直升机到6月14进前拢会巡逻，也呼吁游客唔通去乱摸原住民的甲船帮，避免去犯着禁忌。每一年2月到7月是咱苏北欧的时期，3月份族人会去海基亚举行祭典，召唤北欧，祈祷大丰收。因为大有的族人掠北欧是用传统的方式，落海林甲鱼仔赶去网仔底，甲商业大量咧掠无共款。过去曾在发生外来渔船仔甲族人抢掠北欧，引起纠纷。台东县府从94年开始就公告，北欧节期间，除了无动力的渔船仔甲竹排仔以外，禁止伫咱苏烟花3海里的范围内掠北欧。10吨以上的渔船仔禁止伫6海里的范围内掠北欧。今年海巡署东部分署头一届派4架无人直升机进驻南苏，伫离海边30公里的空中保护，一架会当执行1点钟的空中巡逻。视任务状况，不定时安排无人机上岛，协助兰屿地区海域及岸际监侦违规捕捞之渔船任务。台东县府表示，若查到违规伫咱苏海峡掠北欧，会罚3万至15万，呼吁各地渔民要注意。另外，伫咱苏的东清湾，大有族人打造的传统平板船，放伫海边参加北欧节。不过，顶礼拜发生游客乌白去摸这个船仔，互族人是真无欢喜。因为伫祭典的期间，游客尤其是负责人，若去摸着平板船，是犯着因的禁忌。然后你还是会到船上啊，会上去船上，有时候船会倒。族人讲，翕相莫去搅扰，因是真欢迎。希望接落来观光的大月，游客拢会当甲族人和平共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南机场丰富生理场创立的真吉祥实物银行共享园区，伫台北屏东花莲结案成立了后，今仔日伫咧随成立花莲第2个实物银行据点。长期赞助实物银行计划出身伫咧。对这花莲水尾出身的企业家董祖贤表示，甲社会上价物资中心分配，帮助偏乡弱势族群。若袂互物件讨济去，也互这社区呢会当共享资源。镜头来看花莲今仔早起开幕现场。我在台北一天，即摆拜1到拜5，阮5天，阮会在分享出去的面包、米包来讲的，阮就超过1900公分的，要甲两吨的东西。这样的物件我们拿回来，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利用。我们甚至现在在花莲的吉安呀，阮嘛是一礼拜拢有100个车米包上开呀，因为我要有冷冻的设备。然后会使冻起来，然后互一寡需要的人会使来食。我是在地囡仔啦，唔捌离开过水尾啦，我时常搁会转来，那我今日真欢喜，就是讲这个实物银行会因为水会遮开幕，人在做天在看啦，这全世界嘛流行这款环保的一个概念，所有这款的观念加起来拢是真好的，所以今日实物银行会因为水尾这边创立，我真欢喜嘛，甲祝福。彭里长表示讲，因为花莲台东路途是真遥远哦，对一个乡到一个乡，路途往往要1-2点钟的时间，所以2天前，伊伫花莲的吉安乡设头一个据点，即马伫水尾设第2个，未来嘛希望讲会伫台东设实物银行，或者虽然用要过期，也毋过可以当使用的物件来帮助花莲台东愈发侪偏乡弱势的民众。记者伫花莲的采访报道。讲到最近这天气是真烧热，中央气象署也针对南部部分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不过明仔载呢，因为风面也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地区可能会落刮雨，温度也较降。所以来到拜四时阵呢，因为这华南水汽接近台湾，拜5、拜6水汽较高，也有可能会搁再落雨。拜一中昼天气烧热，不少人已经通穿短裤。中央气象署也针对嘉义、台南、高雄地区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资讯，高温通达到36度以上。不过，这款稳定的天气对拜二开始，因为透东北季风，也有风面快速通过，北部东半部会降温兼落雨。那北部的话，明天在上半天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状况。
那花东的话，稍微影响到晚一点哦，在明天下半天之后，花东陆陆续续也会出现降雨的状况。那对中南部地区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小，影响最大的北部地区来讲，我们今天大概是31度左右，那明天的高温大概是25度，所以大概有高温的部分就有5、6度的误差。春天的天气变化紧，拜三雨水就会减少，不过拜四、拜五因为华南水汽接近，台湾水汽会略略增加，各地会南山落阵雨。拜六的时，华南水汽影响愈明显，台湾各地天气拢无稳定，但是气象署表示，详细状况各爱观察。后期来讲，要开始注意华南水汽的影响。那只是华南水汽它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到时候看它，就跟第一个它的封面位置，然后第二个它水汽量的多寡。会影响到对我们的影响的程度，这一部分不确定性比较大，我们还要再观察。气象署提醒，这阵天气变化大，民众要注意上新的天气预报资料。拜二北部、东部除了雨水，也要注意早时甲暗时温差较大。拜四开始天气快速变化，全台各地，尤其北部、东部拢要要意。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根据着这环境部的统计，讲这 PM2.5 边境高度上界悬的所在，是以云林县上界悬是第1名，那第2悬就是嘉义县市，还有金门。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无落雨，较无透风，容易造成污染物的堆积。为了防止落水溪风培沙第4号传分数云林县府去年伫落水溪烟花大面积铺稻草，希望会当搁再降低风培营养对四边居民生活的影响。浪风最大呢，都是这沙哦。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去年112年全国各项空气污染的指标，云林县 PM2.5 有列营养，每立方公尺有19.3米克较悬。其中云林山区倒落较严重，主要是因为少雨，佮无啥风，佮地形嘛有关系。观测海风的一个影响情况。那尤其在斗六地区，由于靠山边，那它的一个污染物容易累积，加上扩散不易，所以相对的，它污染物的累积的浓度也会比沿海地区的来的比较高。当地环保协会表示，讲除了呼吁县内企业甲工厂会当伫空气品质歹季节主动减少燃料，因为云林是农业大县，这农事嘛影响到空气品质。在针对这些农田。翻土的季节里面，必须要增加洒水系统，来减低这一些境外以及境内的这一些污染物。环保局讲，落水溪风培沙对106年59天，到去年112年是剩无到5天。较高低污染的旧乌多摆经过补助，嘛对108年15万台，到112年剩8万台，台湾的比例超过50%，因会继续打拼来改善空气品质。记者云林报道。总统府是办公的所在，也是咱台湾的100年古迹。今年伫咧4月初4儿童节这天呢，总统府内面要对外来开放，邀请全台湾的囡仔做伙来参加儿童 party。毋但有买戏团的表演、游戏拍通关，还有讲故事等等的活动。总统府对内面到外口1楼到3楼，拢会变做是囡仔佚佗还有冒险的空间。We are from Wicked School. 新北惠文幼儿园家己队的表演，个水果活泼，8月受邀请来到总统府参加记者会。因为过来4月初4儿童节，伊毋奈来到这表演，全台湾的囡仔活动是总统府儿童 party 的人客。这也是总统府内部头一届伫儿童节有对外开放，动态和静态的活动拢有，亲像教育部都有安排讲故事，要来推广活动。新北市有2所学校，他们中高年级的学生会来担任小小说书人。为大小朋友们说故事哦，而且还有一些故事会化为戏剧的方式来演出哦。儿童节规天拢会有精彩的节目，除了会邀请出名的福摩萨马戏团来表演，长期关注囡仔佚佗空间的县国特色公园行动联名，这届嘛要举办趣味多元的活动，亲像纸箱啊、彩绘、飞天撒文泡等等，希望囡仔会当伫有特色、有创造力的环境当中快乐成长。这个邀请对特公盟来说至关重要，表示儿童的游戏权益和多元性的重视已经从地方政府跨进中央。那4月4日，欢迎大家带着孩子到总统府找我们来，我们一起来感受孩子游戏的力量。原来儿童 party 敢会有无语的相关活动，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虽然目前无特别列出来，不过有打算会再来讨论和规划。比如说包含说书人的部分，我们应该可以在这方面有做充足的规划。
最后，总统府发言人表示，4月初是儿童节一天，对早起8点半到下暗6点，总统府对内底到外口1楼到3楼拢会变做囡仔佚佗冒险的空间，希望邀请侪亲子家庭总会来参加。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今年是2年，也是台南府城建成400年，传统工艺这个古早师傅吴本进，但伊拢会替这宫庙设计艺术品。今年伊特别为着这开基玉皇宫设计一座艺品“新娘迎春”，为国家祈福求平安。这只目睭灵活、色彩丰富的纸龙，采伫台南开基玉皇宫的庙里，有176公分长、88公分宽、127公分悬，是工艺古早大师吴文进的作品。这个新娘吼，你注意看伊的姿态吼，很有良心啊，所以要做这尊娘的时阵吼，我灵感真好，啊嘛拄教新年，拄小灵年，啊所以用讲。咱用上帝，互我有灵感来进行啊！为着配合2年，古早工艺师吴文进接受庙方的邀请，制作一只纸灵艺品《新娘迎春》，搁找彩绘师傅来彩色，互古早的艺术品变作是庙认真请迎的风景。吴文进表示，这是一个高粱系列的设计，未来会搁做出其他8只无同款的龙来求一个好吉兆。今年甲新年吼，啊，拄啊咱台南400，咱阳江吼有这个想法。啊，要做九龙，啊，今年第1尊，啊，我会继续一年甲创作这9尊的新娘。今年这个项，啊，明年搁另外一个项，希望咱台湾这个所在，啊，咱的国家会当稳定发展。用纸糊的新娘艺品，唔但传达吉祥好运的意思，嘛展现台湾传统艺术迄款有路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赛里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配合文化部的艺术入校计划，举办艺童做阵人狮头活动，邀请2位制作狮头的老师傅去轮陪国手，教学生囡仔做狮头，这成果也阁真好哦。咱做伙来看卖。手上，好，再往下。老师傅伫头前踏脚步。手提狮头威风凛凛，后壁学生囡仔动作虽然讲无啥流利，每一个人嘛是表演甲真迷乱。因手头摕的是对师傅学的家己手做的狮头。我画的时候，那2个师傅还直接坐在我旁边教我，觉得很好玩又有趣，可以从粘土捏塑成狮头的模样，然后第1层再用牛皮纸沾水让它贴上去，然后再用浆糊，觉得很有接触感。疫情过后，文化部为着复兴艺文产业，推展艺术入校计划。西里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配合文化部，伫云林县5个学校举办狮头制作的课程，邀请老师傅来指导，希望学生传承西里七坎传统民俗文化。带着师傅带着老师到学校来指导孩子，借由这个从古到有的过程，去真正的体验跟接触。校方表示，这个计划唔但让学生认捌到狮头制作这个珍贵的文化，嘛对无同面向学到真济，是一个宝贵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7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30度，这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